追，如果係台內嘅，OK，一追呢打，OK，出台嘅呢度，空口，呢個距離，呢個手嘅距離，一打落去就啱啱對啦。如果我咁遠，隻手去唔到個波，伸到個手都去唔到個波啦，因為胸口離個波太遠，我低極打都冇中。都成教人㗎嘛。去到呢度 ，OK，咁就一定要做。胸口同佢一定係要胸口指住個波，胸口指住個波，佢就自然自犀利啦。個波喺呢度，佢哋咁高，我網係咁高嘅嘛，網係咁高嘅嘛，個波直到咁高，即係高喎。咁個手可以咁勁，佢唔出手，可能係高過台。如果喺呢啲地方一定攻擊嘅喎，一定攻擊嘅。我哋一定係打波咧，擊頭嘅，基本係山波。引拍呢個高度就係山腳，即係一個山波。OK，呢度睇下啦，呢度係山腳，波就係山腰，上到去就停止就係山頂。OK，山腳、山腰、山頂。OK，係啦。呢個山波可以係可以係如果係上旋波，可以係平，個山波係平啲嘅。呢個山波係，即係下旋波啲，我想拉呢個下旋波，拉佢啦。我哋個山波就要引壓低啲，山頂高啲 ，OK， 山頂高啲，咁就拉呢個下旋波。如果呢個係上旋波，我哋引拍就唔會咁低啦，高翻啲，都係用膝頭哥沉低，係啦。山頂喺前邊 ，OK， 山頂喺前邊。你而家個問題咧，最緊要要識得同腳跨啲法嚟，用膝頭哥呢度。係啦，幾份可以揾埋1、2、3、4，要收咗腹肌嘅，收咗腹肌。呢個係咁，搖得嘛？因為你已經呢度散咗啦，係要收咗腹肌，揞住咗，揞住咗。個踭同個係啊。你睇下你係咪同我一樣咁擺？好啊，好似我咁擺。1、2，好，望住我，望住我，做啊，望住我塊板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嗱，你而家用緊膊頭啦，啱啱就用緊膊頭，用緊膊頭係啊。我用跨腰，1、2、3、4。2。有啲力啊，力同速度啊。出到去啊！即係呢度啊！OK，係咁樣打波嘅，正手一樣啊！睇唔睇？你做呢個動作，呢個高少少呢度啊！試下呢個唔出到。插埋咁就，唔係我哋嗰個唔會咁前後嘅，因為我哋個呢個係靠檔。係咁樣一向唔會咁樣嘅。如果咁樣個波要嚟到呢度，我哋先去打。我想喺呢度擊頭，我嘅腳就唔會咁樣打波。我哋會咁樣打波，向前。走就喺呢度㗎。引拍已經引完啦，3、4、5 ，OK，OK，睇佢打。譬如我喺呢度，我想哇佢突然間地到咁高，我想喺呢度打波，但我企咗喺呢度，我唔會咁樣打波。因為我胸口同佢距離太遠，個炮台太遠，所以我要將個炮台用隻腳去帶動個炮台嚟呢度，啱啱好個距離就打到。OK， 到未？到。到未？到冇用啊！我哋伸手個時間一樣嘅喎。嗱，我哋1秒、2秒。1秒、2秒都打唔到波，但我用個腳啦，1秒、2秒 ，OK， 1秒、2秒，就算喺入邊，喺台內一樣啊。我哋喺呢度，突然間佢一猜過嚟呢度，我唔會咁樣打波，黐實咗，佢赤過啲，黐實咗 ，OK，
我哋因為太遠啦，我哋就要腳帶動我哋拋台，一、第一，打到個波，啱啱距離啦，打到個波，一樣咯，即係如果個波逼身，個波咁樣逼住個身，你企嗰邊咧，你企嗰邊睇，我企嗰邊睇就，個波追嚟我呢度喎，如果我咁打咧，個波咪出咗去嗰度。喺呢個時候，我又怕佢又高喎，我又想喺呢度擊球啊，咁點啊？一係就推咯，推，OK。如果我用正手啊，我係嘛？空口對住我，我睇到空口對住我已經引完打㗎啦，如果喺呢度引完嗱，咁啊已經引完打咯，跟住腳跨腰就打到啦，OK。1、2、3，1、2、3，翻返嚟，點就係還條，追我逼我，一係就推擋 ，OK。我哋橫板就反手直板嘅，或者橫板嘅手側身，就係1、2、3、4、5 ，OK。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。你睇我哋腳都係咁嘅，飛埋嚟1、2、3、4，或者佢會飛出啲，再飛出啲 OK 嘅，佢飛火山飛出啲，啱啱跌落呢度，再收嚟喺呢度打。嗰對腳，要多啲啦，點都係要觀察咯，即係觀察條路線係咁嚟啊，定係咁嚟定係咁。譬如我喺度打，我個波係由嗰度打嚟呢度嘅，咁我如果喺呢度打就唔係幾好啊，我哋就要近過啲啦。反手就咁打，係嘛？如果我想黐住個腳1、2、3、4、5得啦，1、2、3、4、5咁咪正，咁咪正啊！係咪啊？我哋唔係咁打波啊！1、2、3、4、5 ，no， 睇唔睇到啊？我黐實咗個腳，1、2、3、4、5，同我1、2、3、4、5兩回事啊！我哋喺度，你繼續打翻嚟，即係個波突然間我一猜佢嚟呢度，我又咁高喎，我網咁高嘅啫嘛，佢又高喎，有機會投喎，但我想喺呢度攻佢喎，咁我唔可以咁攻啊！你唔得，如果唔係咧，佢會跌嚟呢度，你喺呢度黐啊打到佢啫。但我真係好想喺呢度打波啊！咁我哋膝頭哥一腳咪帶動個炮台。咁咪到啦！已經引完打啦，一嚟已經引完打㗎啦，腳拋腰一硬，咁咪喺度喎。咁呢就係我哋腳嗰個帶動我哋個身體炮台意識，好重要，打波好重要，尤其是計分，好重要。嗱呢度嘅，咁啊我一沉。我身體已經向右，本來呢度就叫超羅，已經向右，我一沉喺呢度打出去，佢喺呢度嘅，佢沉喺呢度，咁就去啊，咁啊個穩定性質量都好。有概念就慢慢，差唔多啦，